来关心高雄顶一日发生一对翁仔某去互厝边抬死的这个案件，即马受害者的2个囡仔是交予阿公阿嬷来照顾，不过因嘛质疑社会局伫第一时间无积极甲因斗相共，而且嘛不满警方伫做笔录的时阵是一再要求囡仔回想案件发生迄当阵的情景，所来会互这2个囡仔来接受辅导，希望因会当行出创伤。15发生代志到即马，2个细汉囡仔的阿公写千字文声明，讲即几工拢袂困哩，毋过为着2个孙仔，伊甲亲家2家伙拢会勇敢坚强。伊甲牵手会甲孙仔当作慢仔行来饲，无祈求大家斗相共，敢若希望家正向鼓励囡仔，也反驳外界认为因认同制作噪音。代志发生了后，无接受访问是为了保护孙仔，毋望外界莫阁用无友善的言论伤害囡仔。阿嬷嘛头一遍接受电话访问，讲社会局第一时间的处理并无真正有帮助。在社工的辅导的部分，我觉得在初期真的是严重不足，人员有来，可是真的是流于形式，只是来说了解这件事，只是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我们实质上的帮助。家属非常的悲伤，也忙于处理后事，尊重家属的意愿，留下了简讯的资料。隔天我们再用简讯的方式来联系家属。家属表示，社会局经过反映了后有积极协助，不过坦白讲，囡仔有创伤后压力，因会负起请养的责任，但是爱心捐款会全部交予社会局协助处理。我们希望社会大众支持我们，协助我们，最不敬你也不要再伤害我们。对案情的承办，家属认为警方做笔录毋难问一解，定定爱予囡仔颠覆上当时的过程，互人真毋甘。因为周全指认程序在事中之家属需请孩童比询，以强化证据能力。警方表示，这是为了强化证据能力，保护检察官了后，已经同意用其他方式代替。关怀犯罪被害人的环保协会也建议对2个细汉囡仔的追踪关怀，可能要做到以青少年的时期。记者综合报道。